超平民 B 級美食，仲有明太子放題，咁正炸蝦天當，你試過未先？今日要介紹一間位於錦絲町，出閘行2分鐘左右，搭 lift 上10樓。我哋今日目標係食天婦羅，除咗櫥窗啲 menu 可能仲有期間限定，叫個飯就可以有明太子任食。建議叫天當，因為會有特製醬汁，有卡位同吧台，環境都算舒服，全部即叫即整，手勢都幾唔錯啊！唔使一陣就整好，睇到都流晒口水啊！隻蝦都唔細隻，雖然落咗汁，但食落口都仲係脆。除咗炸蝦之外，仲有其他海鮮同蔬菜，就係呢兜明太子，好肥美，任食落爆佢，正啊！隻炸蛋一咬就爆晒汁，唔使講你都知正啊！跟餐有赤味噌湯，我至愛，比一般味噌濃味。日本小姐姐都話正啊，2個人加埋得2800 yen。咁就係咁多啦，上腳睇好西記嘅 follow 讚好 ，share 埋俾你朋友，試嘅朋友可以留言話我知你點睇。Tempura Epinoya，下次再見。